今次比賽整咩好啊？喂，你睇下呢條片啦。佢叫明仔，每日放學都要去自修室補習同做功課，但佢睇落好似好唔舒服咁。呢度真係好辛苦，想睇清楚本書，完全唔夠光，又熱，溫溫下書好似缺氧咁，完全集中唔到精神。有冇諗住問學校攞盞台燈，方便溫書？呢啲機會唔係屬於我㗎啦。哇，咁慘！我諗到啦，我哋學商場咁整玻璃屋頂咪得咯。但到咗夏天嗰陣，成個自修室咪會變大溫室。咁不如喺上面種植物，普通植物會遮住晒啲光喎。不如試下我哋呢個玻璃綠藻屋頂。呢度用嘅唔係普通植物，而係小球藻。佢體型雖然好細，但生命力勁強。佢進行光合作用，吸收二氧化碳，釋放氧氣嘅效率比普通樹木高出好多倍，係微型空氣淨化機。佢繁殖速度極快，當太陽越猛，佢哋吸收陽光後分裂得越快，綠藻水密度變高，屋頂顏色就會變深，自動幫建築物遮陰。將綠藻特性結合雙層玻璃，就帶嚟三大好處：吸熱降溫，擋住太陽熱能，室內可以用少好多冷氣，慳電環保，天然透光，陽光穿透綠藻水射入屋，光線柔和，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暗，綠化美觀，放眼望上去一片翠綠，好似個空中花園。睇書睇到攰，仲可以護眼啊！哇，咁快就整好啦！我哋分別整咗兩個模型，一個係木屋頂，一個係玻璃屋頂，再用 micro:bit 測試下佢哋嘅透光度同埋溫度。將兩個模型放喺室外，等待30分鐘。大家睇下，普通木屋頂升到35度，但有綠藻水嘅屋頂下面只有28度，足足低咗7度啊！而光線亮度方面，綠藻屋頂嘅數值係215，而木屋頂就係93，足足光2倍，證明佢真係有效吸熱同透光㗎。多謝。